艺人迪英、孙鹏去年因为独子孙安佐在美国扬言恐攻劳碌奔波，孙安佐遣返回台后，积极转型为 YouTube 朝网红之路发展，人气成功由黑翻红，而一直以来都神隐的迪英夫妇也终于现身了。台北市一间知名台菜餐厅近日在脸书粉丝专页上贴出员工和迪英一家的合照，只见照片中的迪英笑得灿烂，似乎已挥别昔日阴霾。台北市某知名台菜餐厅30日在脸书粉丝专页上晒出3张员工和迪英一家的合照，感谢孙氏一家人莅临。只见该员工分别和孙鹏、迪英及孙安佐合照，许久未公开现身的迪英，不像之前面对镜头严肃又臭脸，她笑得十分灿烂，再加上短发和变装，让迪英看起来回春不少。据《自由时报》报道，该餐厅店长阿明透露，最近适逢尾牙年节，生意火爆，顾客都必须事先定位。他表示，孙鹏一家和亲友当天并没有预约，在门口候位时，对于民众要求合照都来者不拒，而该餐厅包厢不含酒水，要价8000元低消。据悉，这家台菜餐厅人气很旺，包括林心如、霍建华夫妇和港星吴镇宇、歌姬A、Lin 等都曾是座上宾。